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来，开始真久无听到这个雪龙的声我重要的这个共同主持人的声，雪凤子的声，甲大家搁较热情小酒问一个啦。大家好 ，Hello， 恁有想我无？这句一定拢爱问哦。你的这个开场，你知报地戏人物吼，若出场的时拢这个出场诗是哦。你这就是这个甲出场诗共款意思啦。但我大家啥？我来自宜兰啦，我雪凤啦。嘿啦，就是咱今日要创啥？拢阿弟拢还未讲，有啦，拄则大概啊个。嘿啦，人我拄则大概有提起一个啦，因为咱这边录音播送的时间是伫咧2023年的也就是今年啦，上尾啊一遍上落尾的这个录音播送无毋对，因为咱当时。时间关系，所以改成2礼拜做一集嘛，吼，一个月差不多2集左右啊，所以这边的是，时间是几月几号袂记得，但反正就是12月底啊啦，所以上尾一遍，过来就到正月去啊，正月时间就甲佫讲啦，过来就换马年啊啦，嘿，明年是，明年什么年哈？明年龙年对无？我拢无去记咧，我嘛毋知影。我前一阵仔录音才知影讲。原来有的人是读袂出这个四股好土良stra要用家己到底这件代志。我是知，但是虽然拢毋知今年是啥物，过甲毋知年，对，过甲毋知年，对。但我重点是讲迄个顺序原来，当然原来讲毋是讲随大家拢有背，我一直想讲四股好土良stra要用到家到底。我一直想讲台语的这个版本是你若是简单啦，一般的家庭应该是自细汉就会背，想袂到敢若毋是啊。平常时敢若无啥会去念。毋过我知影讲当学校有伫教。学校会教这个应该是台语课的款啦，我伫有吼，就是但是比如讲台南的朋友就甲我讲，因是教厝牛好土龙蛇马羊吼，但咱较接讲的是刺牛好土龙蛇马羊，到底因有真济所在读厝啊。嘿，这个以甲有对应的音真济啦吼，所以鸟厝啊，鸟厝，咱就是讲鸟鼠。所以做咱定讲原来如此。对吧？所以你若去看这个乌龙派出所，就是这个党位乌龙派出所乌龙这内底迄个主角阿亮，阿亮的就是讲这个原来如鸟啊，这个如鸟就是因为厝就是老鼠嘛，一条刚刚改掉啊，讲到鸟鼠咱就想到鸟啊，再讲原来如鸟是安尼来。当然啦，以咱来讲，咱的读法吼。这个鸟鼠的鼠，咱是读鼠，毋是读厝嘛。毋过其实这个读法读起来，就会影响到讲你后壁这个原来如鸟有合理无啦。所以我拄开始读原来如鸟的时阵，想说嘛趣味咧。就是伊的这个希望未来有完全台语版本的这个乌龙派出所，真趣味，真趣味。这就是咱这个拄开场甲大家讲一个，讲咱今日就是无故事。意思无故事，咱要回顾一下，回忆一下呢，来回想一下咱今年做什么代志啊？咱的听友陪伴咱做过偌济代志。我先讲者因为细汉随时拢伫当大人，所以啥物拢会走精，拢会无共款。今日开始我红声安尼啦，随时拢会
会当大人就对啦，啊，恁若惯势就好啦吼，较歹势啦。红声就是带有鼻音啊，带鼻音的感觉啊，我嘛小看啦，但是过敏啊，啥加减环境伫变化吼，像昨昏还佫寒溜溜啊，今仔日就又佫会出日啦吼，所以这天气变化，尤其寒天啊嘛吼，有个人讲寒人的时阵啊，咱是讲寒天啦，寒天的时阵咱确实是较。有当时天气无较稳定，气温变化足紧诶，有当时差10几度。吼是迄落吼确诊了吼，这2年来就即个鼻啊变得较烂，嘿，鼻才变得怪奇怪，好奇怪啊呢，随时拢会安尼啦，随时当大人，对，随时要当大人啊，无法哩啦，好，安尼咱先来。共款爱先来感谢赞助，因为咱前一阵啊，大家若较接听到的，除了上尾一遍出现应该是金米，吼，就是咱讲迄个规工伫厝诶变扫即个鬼怪吼，台北诶鬼怪以外，大部分听到诶拢是好味啦，吼，当然即边诶好味嘛，诚济诚趣味，咱免得回顾时嘛，使讲到即好味诶一寡代志，好啦，咱先感谢赞助，有一位伊无留名，吼，伊即个赞助挂金方案，吼，就是诚感谢伊，但是伊有留话，无留名有留话，吼，互咱一寡鼓励，嘿，其实你互我一个甲你称呼诶方式嘛会使吼，免客气啦。无错嘿，伊即个伊写台文诶吼，伊写讲阿迪节目内容丰富，佮兼有趣水，添淡薄仔心意，互节目会当长长久久，或者长长久久，吼，这2款读法拢会使啦，吼，你文读白读拢可以啦，吼，嘿，这就是感谢即个无留名诶朋友吼，但是毋歹势啦，因为你都无留名，我嘛算毋知要安怎讲出你诶名，是。但是你家己写你应该知影。哎啦，我甲你讲，安你就应该是知影是你啦，吼。是，所以啦，佫有一位是赞助即个加倍方案，吼，加倍，然后加倍大家若知影就金的一款啦，吼，我就平常佫解说啊。对。嘿，这位赞助者叫做即个天兵天将，咱即个家父的朋友听友咧，叫做阿华。好，你好啊。讲到阿华，其实我就想起一个人，我有可能凡世无定着，是即个大家拢真熟悉即个三声刀爆米芳的阿华师。毋过我无确定啦吼，就是阿华吼，无特别个标注安尼。那伊内底话写较长，那拄好加即个咱进前一集，也就是顶一集即个。配音员、声音演员的代志有关，这你敢有听？有听一寡，听一寡，但是无听了的意思。就困去啊！这几个声音演员，这3位算讲老司机吧啦，拢是生啊，会当做配音员，因的声拢真好听，就是发音佫真水，拢清楚，无毋对吼。伊即个阿华的老话是安尼来，就讲 party 内底咱有讨论着 party 即个词到底要安怎翻无？那伊就是讲 party 台湾话确实就是讲 party 啊。即个911真济条歌拢有唱着啦，都是翻译啦，吼，台语其实翻过来就对啦，都用即个共款的音嘛，做 party 啊，迄个感觉。那甚至有一条歌名叫做 party，吼，反正阿伦就是咱的即个来宾，顶一集的来宾，对，牛岭江志伦吼，即个领班啊，迄边迄查甫迄位吼领班，过来圆仔吼，圆仔这是台语领班吼，加即个911无算讲。共一个生活科仔内的人啦，所以总啊毋知有即个词，这是任何语言甲动物对正进前拢会发生的彻底破碎化的现象。彻底就是因生活的所在，比如讲鹿仔生活伫什么所在？虎，咱较早讲虎伫深山哪来哇？安尼来讲就深山哪来，就是伊生活的所在。无共动物生活伫无共所在，伊讲破碎化就是讲遮一地遐一地逐个拢。边拢是虎来讲，即只虎甲生活伫无共款所在虎，因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就会开始无共啊，因为你无互通，大概即个意思。无交流啊。讲这就是真济动物伫咧对正进前拢会发生的彻底破碎化的即个现象。咱毋是讲甲阿伦啊、圆仔来见怪，毋过咱袂用咧讲英语 party 无对应台语词，事实上因毋知尔，或者是即个阿华诶讲法。那我对腔口伫表演艺术的应用真有趣味，嘛想起细汉布袋戏，确实如声讲话拢有阳元音学即个音吼。阳元音我较少伫咱家己节目内底讲较清楚啦吼，但是大概有提起过拢鹿港人
鹿港腔，因有内底还佫保留即个蚵的音，所以譬如讲因会讲你，咱讲你，有啊，台北腔讲女，但是伊讲女，毋是迄个鹿港尔，阮朋友嘛是甲当，是海口腔嘛，还佫倒有即款的阳元音。当然，我迄时伊写讲，我迄时教会毋知阳元音是啥啦。毋望阿迪有闲来针对即题专工做一集，努力加油。你下即个我，这敢若有真大的难题即个就差互别人死啊无？无，确实这是真趣味。伫咧表演艺术，因其他嘛有人反映讲，因伫听即集的时阵，对即个表演艺术方面腔口的运用，或者是腔口爱注意的代志，其实是感觉真新鲜、真趣味，想要了解。那这部分未来有机会，咱再来讨论。我可能嘛需要一寡时间，去做更较侪了解，更较侪讨论。那甚至是邀请相关的来宾，大家来讲即个物件。当然，我必须讲就是讲，台湾的表演艺术产业有台语的本地就已经无华语较济啊，伊本地数量就无较济。那无较济情形下，你佫要发展甲遮有咯，讲实在也无遐紧。所以有真侪物件是咱可能理想方面会使行到什么程度，就是真侪爱注意的。毋过事实上现实来讲，是毋是真正有法度达到即个理想的程度，这都无定着，无一定，这会使讨论啦。但是咱会使变成一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会使讨论的方向安尼。那真好的一个题目，但是爱时间准备，爱时间哈。这就是咱的这个教父，我会记起来。这个感谢两位的这个教父，啊，个恁的老话，啊，个一寡真好的指教甲建议，真正是嘛有真侪收获。这个代志真感谢。好，那安尼咱要进入正题咯。正题是啥？正题就是咱的这个今年度的回顾，今年度的这个翻头来甲看一个。看讲咱到底看一下卖啊，咱到底拢做什么代志这一冬来嘛特别一冬啊，较想日子都过足紧的。是的。所以咱先回顾一下，头前一寡数字先互大家了解一下，因为咱知影讲像 Spotify 因为有真侪朋友因收听的平台，有诶透过 Spotify，有诶透过即个 Apple Podcast 啦，有诶无诶 Mixer Box 啊啥。那 Spotify 是伊逐年差不多11月底、12月初，伊就会跳出一个资料毋管是你是做 Podcast 的人，还是听 Podcast 的人，拢有。你今年收听偌济节目，收听偌久，你上介意打一个频道，伊会甲你讲。我嘛会收到消息，伊会甲阮讲，今年你做偌济节目，做偌长，上受欢迎，就是大家上介意的，上有人气的，即个声望上好的是倒一集。比如讲，即个今年有偌济新观众，新的其实应该讲新听众啦，听友啦，新的听友，像这拢会甲你讲安尼，所以咱大家来了解一下。当然，因为这是参考 Spotify，但 Spotify 只是其中一个收听的软体，一个管道，一个平台，所以伊无一定完全是代表规个 podcast 的即个情形，伊的样相，伊的面貌不过咱会使帮做参考安尼。是啦。咱来讲一下即个今年到底做几集咧？总共做36集一集，也就是37集。安尼嘛算起来袂少安尼。咱若是照旧年来讲，演过一礼拜做一集，一年就差不多53集嘛。那当然今年咱知影讲到差8月份的时阵开始，咱讲我实在是伤过无用，嘛希望有更较侪变化所以我就甲缩减，变成咱2礼拜做一集。不过这做的这个生意共款满满啦。对啦，满满的爱心。现在是36集一集，因为迄集。就是咱打长伫录的时间，你冇得算了啊，对吧？当然啦，37集，等于36集，所以后壁所有的数字拢无包含咱这集嘛，对吧？因为拢还未录，这36集一集内底包含一集是8岁社会史，咱就讲这个依然发生的一个社会，嘛袂使讲社会史，一个新闻案件，甲政治怎么为5月份开始风风火火，这个性别平权这个代志，Me Too 事件有关系的代志，我希望讲都发生伫咧宜兰，我希望讲大家会使来做伙了解一下。我当然嘛上传台语来开讲，那么还佫包含一集是歹势咱大部分的即个听友较无机会听到的。除了即个
只有即个会员制嘛，就是你参加福金甜洋香的即个方案，固定逐个月的即个赞助会员有，因为这是我一个试验啦，所以其实嘛无长，我会记敢若2分外钟尔，毋是2点外钟，是2分外钟。对啦，算分啦。嘿，这是一个叫做红糟猪头皮甲茭白猪血粿，这篇其实是我家己写的一篇短短的散文啦。那主要就是讲有当时我伫生活当中可能拄有什么代志，希望甲写落来。我有即个惯势，有当时加减我嘛有用华文写的，毋过较大部分拢是用台文写的，然后当做一个练习嘛，当做一个我家己的生活。那拄好这篇杂志共款是用散文的方式来写，这篇拄好感觉讲有即个感觉，想要甲录落来，我讲这用声音来讲，佫较有迄个感觉，所以我就用声音甲讲出来安尼。那都因为想讲拄好短短嘛无算讲正式的咱的即个集数，所以我讲无我就甲放伫即个会员福金会员内底，所以有互大家去听咧，咱家己的福金会员去听会着。日后嘛是每年凡说看卖我凡说年册，也是当时我可能就会甲开放互大家会使听，这就是因为敢若2分钟钟尔，我这都大家即摆不哩流行的安尼呢，嘿，短啊，就一个陪伴啦，有当时是想要甲大家陪伴，感觉好看好笑，听着一个敢若听起来袂歹食的物件，日后大家有机会来到宜兰，会使来食看卖迄落感觉安尼吼，过来。咱今年都上受欢迎，大家上欢迎的即个一集是哪一集咧？都是赵牧民先生，目前是台南孔庙的执行长。赵牧民先生的传统的顶集，因为有分顶集甲下集，我感觉迄时阵，感觉这2个主题使分开来看，所以我甲它切开来。那顶集的主题叫做滋味十足的小美本，那就是这集是上受到欢迎，大家上介意。过来就是今年都有83%的听众拢是今年才新来的，表示讲咱的成长率袂歹，就是一直有新的人入来，因为旧的听友当时就是安尼久啊，也是讲可能佫刷落来，这个发展毋是伊介意的，都是加加减减，人的流失是正常的，当然是安尼啦。新的人会入来嘛是正常的，所以伊若有入有出有伫流动，其实这佫算健康啦，所以流动啦。你想讲今年有83%拢是今年多新的听友，所以讲也就是咱今年接触到真侪新的朋友，新的愿意来听咱开讲，听咱讲故事，听咱访问的人，无敢气嫌啦这新听友内底有8%，也就是内底差不多我要1成，无甲1成，因头一集入来了后介意，表示讲因介意，因收听收听煞，收听了，甚至有即个 subscribe 就是订阅或者订阅，即个有来继续讲，后壁若有新的物件会使互我会使跳出来甲我通知，我要听咧。是哪一集咧？就是伊来了，咱总是讲有一寡冷面的嘛，冷面的物件，也是冷面我毋知大家较知影。冷面的拢更较水呢，比如讲你去买水果啦，你买一寡果子啦，买啥有当时想讲即人即人偌济钱即卡咧一盘50，一盘100，你看顶悬拢水当当下骹就泡泡泡泡是较好听啦，有诶嘛有各种诶但是伊不准你去敲，不准你去冰，你买就是规骹摕走，规人摕走。好摆你铺伫上顶悬即上水，冷面诶就上水。比如讲你若办公室同事内底，你上烟头，你上水，人就讲这就是因遮冷面诶嘛，可以，就是代表性的人物，特别即个面膜互看者，红头互看者，你看诶嘛是冷面诶是安尼来诶。这顺便讲者，大家知影。咱今年度即个冷面的集数是哪一集咧？你有看吗？我哪会记哩呢？甲海产有关系，你会记得海产迄个一个大家人诶迄个无简单，伊是本册你袂记哩，你会记哩作者大家人。无错就是即个主题都愈读愈册嘛花卉花枝花枝台湾海产名小考即本册啦，咱搁把今年都有开发一个新单元，目前敢若做一集啦，就是即个愈读愈册的单元，但即个册是真正一本册
2本册的册，愈读你会愈侪册，毋是愈生气迄个册，毋是愈册心的册。当然这本册后来我伫网络顶管嘛，甲大家提醒过，就是讲伊其实有改名，伊有再版就对啊，方面嘛有改，但我较介意原本一版第一版的，所以我赶快移植这个旧名啦。那当然，这集的大家介意，就是讲来听了听着这集留落来吼，我感觉有一部分是甲这个宝岛少年兄吼，甲这个7号宜兰有关系啦。宝岛少年兄吼，甲7号甲宜兰吼去录音嘛，去呢节目耍。那当然，因为因这个听众人数真侪吼，那大家都听到讲有这个人，对这个人，所以无来听看卖。来的时阵可能就大部分，因为迄个时阵这集是上新一集，伊就经上新一集来听，就听到这本册的内容，可能感觉好耍袂歹的心情，伊就会留落来，一留就来听安尼。所以这个可能要感谢两位啦，感谢这个宜兰甲7号两位安尼。好，过来咧数字方面，咱的听众人数因为就是有伫收听的人，伫咧即个 Spotify 顶管成长率是148%，148%什么意思？你知影？成长率的人数较济啊。咱讲的是成长嘛，你若讲成长100%是什么意思？100%就是本啊，就是加一倍哦。比如讲，我若本地有，咱现在讲用数字较简单算吼。100人安尼若成长100%就变成200人，148%是248人，是安尼，所以也就是讲比原本加1倍，我要1倍半，差不多我要150%嘛，差不多1倍半较加安尼。那即个放送就是大家甲放出来的，即个有几遍的成长率是成长192%，也就是大家平均来讲听差不多我要2遍，一集听差不多2遍的个安尼。咱总共创作的时间无包含咱今日这集嘛，咱就讲总共36集，今日这集无算，是总时长几分钟？太算啊！本来拢讲要倒啊，倒好，结果嘛，佮拢不甲，佮加一半时间出来咧吼。嘿，无错吼，这个总时长是2327分钟，将近39点钟，你若掠较量的差不多，我要40点钟，但是这是你讲的你前置作业后置那个都没有算。对，这拢无算这算不出来。因为刚才咱咧主持共款，我原话讲你咧开始在跟我讲头前的看的啦，拢无看到咧。咱有听友留话互我讲，伊收听的时间数，伊有掠迄图互我看，讲我要100点钟。安尼哦，你今年开100点钟去听阮讲话，你不该足多谢呢。人生其实还有真侪代志通做，你知无？你嘛该真多谢。我真感谢你啦，你感恩啦，听甲真详细安尼，内底若一寡拄济啦，一寡毋对甲恁指教我紧会使讲。过来总创作时间数成长率1%。1%尔，你无看这1%，你想看卖？咱旧年是逐礼拜出，差不多逐礼拜出，敢若差1-2集是拄好拄着这个连续假日，咱才有困今年咱8月了8月开始是2礼拜就出一集我总集数减少甲剩36集，佫无包含今日咧，我成长率佫1%，表示讲我今年每一集的长度平均起来佫比这个旧年佫较济足济，对无？叫做预期安尼做总分钟数。那收听数上悬的恁头前咱有讲上受欢迎的，这应该是讲伊成长足紧的。咱若讲这个收听数上悬，甲当然佫一直伫增加，大家拢会想要听看卖，就是这个鹿港腔来啊，迄集，大家可能对鹿港腔真拢趣味哈，对鹿港腔拢就熟悉就趣味啊。阮这边甲咱嘛是拢过来，虽然伊过来已经30多年啊，共款啦，阮我的同学做去社团的同学，同创的啦，嘛咧。小姐，你要去无？共款个安尼嘿，对啊，这个感觉就新鲜，真趣味啦。伊讲我嘛有笑话讲，你要对嘛对伊讲安尼。伊是女是女咱讲阳原音嘿，就歹哦。免啦，女啊，小姐，女啊，
安尼，真趣味吼，所以大家对鹿港腔拢真好奇啦。这个腔改袂起来呢，伊啊，真好啊，真好啊！希望大家使保留家己存腔口伫啦，哈，对，这就是较新鲜的物件啦，互大家了解一下。那咱规年度算落来，访问有16集，若故事咧有，我看卖故事应该是15集。去年年底时，我其实有讲会希望调整目标，讲访问甲故事是差不多平齐，后来真正差不多，对无？甚至讲访问阁加一集，今年的访问量其实真大，比去年阁大。那凡说有机会明年会阁较济嘛无定着，当然是希望讲，无共款的类型，毋管是访问也是咱家己做故事，拢会使，会当互拢受着欢迎，大家会使有一寡收获，感觉趣味。会使嘛，真正有吸收一寡物件吼，因为咱来宾其实虽然拢足厉害，目前嘛有一寡来宾当地安排时间啊，明年度的嘛当地安排时间呢，希望大家到时会介意。咱来回顾一下啦吼，简单讲过就好啦，因为时间有限嘛，毋敢讲伤久。因为本来是按说讲今仔日即集俩1点钟来，毋过我当看即个时间吼，聊啊不妙，不妙啊！所以讲思想我咧，讲我要偌久都莫讲啊！是啊，有也命呀，非我之所恋呀！莫讲啊，个个无迄度，愈讲愈专停啊哩，会超过，愈讲愈跳工。好，咱先来甲即个访问的即个顺序小理解，因为咱遮侪人、遮侪朋友来节目内底吼，无少着因的时间啊，专工走到台北吼，伫甲我做伙录音，接受我的即个提问一录2点钟，大到较济嘛有吼，大家拢真辛苦所以嘛特别感谢一下。感心的啦吼。是。那咱今年头一个咧来宾呢，就是真好的好朋友，前话出版社伊的主编郑清宏咱迄集真受欢迎，嘛真趣味，甲伊讲伊本身台语嘛真好所以即个台湾文学系所出身的，他台湾文学出身的所以这清宏兄，兄你叫做兄，可能是小可有共偏啦，但是无要紧，咱就加减偏，咱加减偏食饱字，无要紧我相信伊会吞落来。慢慢叫帅哥啦吼，因搭上啦。今年的即个事业嘛做个足大点去接受即个去演讲啦，去做真侪无共款的代志吼，阮定当下嘛开讲一个。我来这边车我定有看到伊啦。你定看到伊？因为我的朋友会看，你看到嘿。过来第二位来甲咱开讲的是即个较特别是即个阿美族的即个纳狗，会记纳狗无？伊是。即个 Damorak 是金龟的意思阿美族语，伊是即个花莲海岸部落的即个阿美族的母语共学园，就是教囡仔为咱的母语环境，教囡仔带起来。即个本身伊毋是，本身是台北人。我有印象，伊是台北我大稻埕迄边的即个台语人。伊是嫁互即个原住民。是嫁互阿美族人，阿美族朋友。伊本身的即个台语迄个声来腔、台湾腔一动的，听个足欢喜的。伊个到即个阿美族遮即个环境内底，佫有法度学会晓阿美。好，最厉害，我都教囡仔，上重要是我都教囡仔，最重要的。伊3个囡仔拢，我印象中敢若3个啦，拢有法度讲阿美话吼，这是就受人佩服的，敬佩。不是，无毋对吼。过来后一位是一位伫咧纪录片的导演。是新人之家，就是你拍一部纪录片，导演叫做罗英良，罗英良是即个讲伊18岁离开厝了后，就一直到后来，伊甲打即个岁数可能40桶等到是40外岁等到家己尾甲转去伊的厝拍纪录片。阿兄可能生活嘛有一寡困难，一寡问题，爱去记录伊家己的生活，有因厝的伫即个拜神明、拜上帝阿公嘛，阿兄可能即个体质特殊所以伊甲神明之间有一寡联系，有一寡互动，替大家问代志。伊嘛定定怨叹讲，你拢敢若替
大家去找新名斗相共，啊，你家己咧吼，即个感觉。啊，当然内底上有名一句话，就是阿兄甲讲，你主本都毋是一个人啊，吼，就是讲，其实虽然讲你孤身伫咧台北生活，其实即篇我敢若不哩深哦，印象。我印象当中你是还未真正看过即出即个纪录片。无，但是后有机会有看到，我一定会紧个甲迄落你看吼，因为应该后壁会有漫画版本。无啦，我有听你访问即边。是真使人感动，伊家己去调整即个甲家庭之间的关系，安那甲家己和解，甲家庭和解拢无简单。特殊的家庭啦。伊讲特殊应该讲，其实逐口罩拢有伊的困境，是啦，逐口罩拢伊的困难。咱拄着的问题拢无共款，当然咯，百款，但是迄个本质是共款，就是咱伫面对家己的家庭，是要安怎甲家己和解，要安怎甲家庭和解，即个真重要，对无毋对吼？过来后一位，2月14的时阵，咱佫有发布一个叫做全台南的爸妈拢共款，吼，老爸老母拢共款，是上来咧，就是内克。内克我吼，像好你是讲，我若要甲放内裤，你甲足歹势，敢毋对？那一般做名，咱嘿啦，你买使有做 Nike 啦 ，Nike 就迄个狗啊，迄个品牌吼。当然真正伊伫节目内底问我啦，我讲你若硬要读，当然你会使读做内克啦吼，因为这是确实无毋对。毋过只是讲，因为即个声本来伊就是用本来英语的声翻过来啦。我是讲嘛，无定着讲名本身一定要叫台语名，就是咱看到有人英语的名，譬如讲我拄讲即个。我拄讲即个会长吼，就是达摩拉克会长，我嘛叫伊纳狗，所以伊家己有家己原本的名，但是伊当然用纳狗即个名嘛，我就叫伊纳狗，我嘛是用即个，我嘛无讲一定要改成台语名。伊就敢若变做伊的艺名嘛。伊决定要用什么名，我就尽量用什么名啦。无要紧啦。只是无想到讲，迄时阵甲即个内克就小招讲，无来录这音嘛？你既然就讲，就想要做台语的节目，吼，迄当当时，大家若翻头去听着我足趣味。迄当时就讲，就想要做全台语的节目，毋过伊无即个勇气，感觉讲台语愈来愈后去啊，吼，伫台北生活嘛，吼，台南人照你讲伊过去台语嘛袂歹，伊家己腔口嘛开始伫走。想袂到来录音了无偌久，真正豆啊，就机缘就到啊，人有喙有伫讲，机缘就有一天会到。真诶哦，讲，你有时有想啊，讲有梦上水就是安尼吼，你有迄个理想啊，慢慢豆啊，聊就拄着啊。一做佫毋若做一个，所以就即个伫咧阳光，中央广播电台就开2个台语节目，一个讲海，一个讲歌，海洋的文化甲歌曲，歌曲本地就是伊的专长嘛。嘛真少年啊。无毋对吼。后来佫甲有一寡合作吼，所以当伫咧阳光的即个海伫遮啦，大家嘛拢。为今年12月开始吼，一年多个应该啦吼，一年多个拢大部分的集数应该拢会听到我甲内克伫开讲活动，同我伫内底嘛提供无共款的物件，无共款的故事，吼，甲大家开讲，甲咱频道佫有一寡无共，当然我嘛尽量用我家己的专长啦来讲故事啦，是来介绍无共款的物件。毋过当然咱频道咱家己的设定。甲伊的即个设定佫无啥共款，大家使来体验看觅有趣味，会使去听看觅。过来后壁咱佫邀请到即个罗丽剧团，夹角托剧团吼。罗丽就迄个日语迄落啊，是吼，就是伊其实若真正要写是草履鞋，华语是草履鞋，就是夹角托嘛，甲草履鞋共款中，即个大帮遐，甲你的我嘛毋知。骹的镜头我毋知要安怎讲吼，第2站、第3站吼，大帮甲第2站中即个所在会使夹着吼，夹脚拖安尼吼。伊迄时阵替伊宣传即个强嘛要起行，迄时阵拄着讲剧团想要伫即出做了后要结束，应该讲无暂时无做戏啦。那么引起诚侪讨论，我就想讲，无邀请你来讲一个，讲你拄着的困难是啥？佮即出戏到底伫讲啥？后面是即出诚好的戏，后来。因为诚侪人来斗推送啦，斗啥讲，后来伊的票房就袂歹，所来嘛，今年都佫推出新的戏安尼，这诚替伊欢喜，无毋对，佫有再来，过来就是即个后一个是嘛是剧团，是东洞剧团同党剧团，伊的戏叫做父亲母亲。
即出戏我真介意，我有亲身去看。当然欠嘛要去见我嘛有去看啦哈。父亲母亲即出是即个安心区安心邱安成，甲另外一位演员做韦以成、韦以成即嘛是拢老牌，嘛袂使讲老资深的演员啦嘿，因做伙来真趣味是以成华一个真好耍的基地，就是讲伊要分明台北人但是伊的台语足重的台南腔。伊去互通话去是去互通话，因妈妈甲伊讲台语，因妈妈是台南人。安尼所以后来嘛，我一寡想法讲，咱若讲母语，可能伊的意义搁较复杂。有当时最后变成讲，你讲母语的时阵，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人，因为你的母语其实毋是敢若讲我是宜兰人，我就讲宜兰腔；我是台南人，我就讲台南腔，无遮简单。这足复杂的，甲你的家庭、甲你的成长、甲你的听拢你的环境拢有影响。所以这个排列组合、排列组合落来，出来即句话出来，遮无共款的腔口的配合，就是你个人遮安尼，因为每一个人小可无共。你个人的特色。无毋对吼，即出戏足好看的吼。那日后因搁伫台湾有做无共款的演出，一定要去看吼。因对即个人权议题，或者是228事件啦、白色恐怖嘛，有真侪关怀的、真侪的主题。毋过伊拢做到足好看的，好看。袂讲简单，互你足沉重较简单尔，真厉害。过来是即个今年呾得到即个文学金典奖，虽然讲是一个文学界的大奖的即个，我属于李进亮的作者王昭华先生。昭华先生是真趣味、真咱讲个性真直的一个人。讲啊，对即个社会现象敢无满意，家己在想起说实在是真趣味吼。你甲伊开讲，会使感受是真正足真实的人。即个性拢袂讲我当时即个人拢叫我老师我都爱结一个班嘛，袂安尼，真古锥，唱歌啥拢真古锥安尼吼。迄时阵就是讲伊家己写作的时候，讲写散文就敢若伊讲小成点一支烟伫外口吹风安尼，迄个感觉。我讲你敢有食烟无咧？伊无根本就袂晓食烟。无啦，真轻松的感觉安尼啦。过来6月份，咱搁有访问一个是歌手咱其实访问的人嘛，各种各样咧曾立兴、曾立新，毋过厝内拢叫阿新啦当然这较好读啦阿新，伊因为迄个时阵咧准备一张专辑，或者对来的路一般去讲转来的路啦转来的路，转来的路，伊已经正式完成，而且我有收到实体专辑。水甲无声无息，水甲无声息，歌嘛好听，设计嘛足好伊即个设计嘛非常之好我当然迄时我嘛讲，我上介意伫唱二九妹迄条歌，伫讲伊甲老爸之间的关系伊看咱敢会使莫阁讲详细写法我袂记，意思讲咱敢袂使莫阁讲一寡伤害彼此的话互家己互咱会拢会后悔的话我讲这是家庭关系内底，家庭议题是足侪人伫注重的物件。一般咱台湾人真侪迄个厝内人拢互相亲又相杀啦，近庙的起心啦越亲近的人伤我越深的咧，对相爱相杀这近庙起心就是安尼。不要表达讲我爱你啊，你爱我啦，真侪物件拢是其实是想要表达你的爱最后拢走前去。这都我讲以我真介即条歌伊用合即个北管的乐器因为伊伫咧中华嘛学北管安尼。过来后壁是台湾台语俗谚鬼神记事的作者王宗宪先生伊本身是高雄伫咧高雄的即个教台语课的老师当然嘛教伊原本就会教他好像国语课还是中文课什么课我毋知啦，我毋管就是伊伫咧过去主要是教即个中文课，后来教台语课较济安尼因为家己出版一本册，就是用俗谚来看台湾的信仰真趣味，比如人的部分神啦鬼啦甲俗谚有关系，咱定定嘛讲一寡甲这有关系比如什么成红安那啦有诶无这各种各样过来说来就是咱拄则讲着鹿港腔鹿港腔这个就免讲大家拢知个这几个拢是学生当然拢是研究所的学生的会所大学之研究所呢有一个团队，毋是每一个人拢是鹿港腔啦敢若主要访问即边即个配碟因词咱即个姓咱讲词
徐我毋知你知影安怎写无？徐有上线徐乃麟的徐咱一般咱这姓台语讲，咱的腔讲徐对无？但是因的腔鹿港腔毋是安尼讲哦，鹿港腔有做蛇啊，完全无共款，蛇背的啊，蛇背的哦。是安读蛇背的，因的背调是蛇背的，差伤济咯。真趣味。同还有另外2位来宾是即个伟汉伟汉大马有参加到一个敢若是电影是纪录片的，这种伫个公司嘛，公司台语台嘛一寡合作的演出进前的演讲啥嘛拢做甲足好的，所以讲是训练个真好，台语嘛袂歹，真好。还有秀吉的即个屏东腔嘛真清楚，足趣味足趣味。只是讲较歹势，迄时阵因为录音即个机器有问题吼，其中一位敢若是印象中敢若是秀吉，伊的声无遐清楚，因为咱的收音迄当时机器的问题吼，无注意到。那过来就是9月份，咱就有即个石无斌先生，咱讲有孔庙的执行长目前啦吼，就咱迄时我做试验，所以甲切做2集，发觉讲其实我就算放1集，大家嘛是照听，2点钟大家嘛是无伫家己惊，是无毋对啦，毋过敢若有较伤久一岁。这就是内底嘛提出真济真趣味的讨论，然后过来后壁有即个音乐嘛有腔口即个主题世界音乐节，甲曾卡人。一直讲今年要到访问，想袂到电都是为着即个无共主题，毋是伊本身，伊来斗战声，即个张家祥、张家祥张家祥，还有即个风调音乐，风调音乐的即个算讲宣传，即个秋怀2个一个少年查某囡仔，就是甲因2个做伙来开讲恁办即个世界音乐节，主要是风调音乐啦伊的一寡想法，你当然嘛有台语的歌，有一个台语主题，免啦你讨论这个物件，嘛真好耍。那后来还有即个阮剧团嘉义真出名，当然是大团啊，真正是有伫饲演员的，真济剧团是无才调饲演员的哦。你爱固定发即个月级的，发薪水发月级的无遐简单的。你想看逐个月你逐工你目睭一擘开就开始烧钱啊！一般剧团大部分拢无才调饲演员，阮剧团是正讲有伫饲演员，甲饲行政的伊迄真大团啊，当然发展得真好，嘛真有心伫做真济台语的戏剧，甚至有即个字幕是全台文的字幕。我去看过了，发觉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我无需要看台文字幕，听得好啊，因为我有听到，听得有啊。其实无啥需要听，除非有真少数有一寡词较特别、较特殊，可能咱无听过，或者是安才有需要用到，无使讲真少滴哦。毋过这是足有心的一件代志，真支持。因即边是来宣传即个单文性的证明题，嘛趁即个机会，互大家大概了解单文性博士是什么人。伊伫咧台湾的即个白色恐怖时期是最重要一个人，最后死伫咧台湾不是台湾大学的校园内底。即出戏咧，头一摆的首演出。就超工经伫咧台湾大学内底，安尼哦，我讲这是真有意义的代志。一出戏，敢若3个演员，有法度做一出戏，这是无简单的代志。这表示讲伊这个剧本来写个就好，只是讲真无彩。这出戏我实在时间都还无拄好，无法度亲身去看。嘛，希望有去看过的朋友，会使甲我分享你的这个心得啦，你想法、你看法安尼。后来咧，咱旧年头一遍出现。一年来2遍的来宾，就是努力剧团的团长义真，咱当讲着强嘛要起行，过来就是这边为着足久以前有一个翁婆一个故事，那内底嘛介绍讲翁婆什么意思，系一个囡仔戏听讲真好看，我知影讲有即个妈妈带起来去看，看到妈妈家己遐目屎流出，系因为伊咧讲真侪亲子议题，比如讲你对囡仔。免啊放手，咱定讲定惊死放惊飞。问题是囡仔你早晚有一天会学放手，同样囡仔免啊面对家己独立这件代志，最重要。一般拢是爸母放较袂落实。咱讲手抱孩子才知爸母是，你做爸母的人，若咧看这出戏，我相信因家己的这个心境想法一定是完全无共款。所以再看一寡妈妈啦啥，我看因 Facebook 顶面写，我看到目屎啦，囡仔有看有无？我毋知，就是看干呢。无啦，迄个情景吼，可能就属于感动。是。过来上尾一个访问，就是咱顶一集。
英主这是啥？吼，这个派对卡孔明台语版，咱邀请3位，就是声音演员吼，就是江志伦，声音演员，你嘛使讲配音员，嘛是声音演员，你嘛解说啥来用这个词吼。江志伦、牛玲，还有这个叶佑晶，佑晶其实是一般拢叫伊仔这啦，我甲伊直接较济，咱私底下当时阮去参加一寡活动嘛，开讲啊，有互动私底下嘛。嘛是咱即个故事诶系列内底有即个千号即个人物诶配音诶，即个咱诶大师，你看找正港专业来配音诶黑档本啊，还有选名选名声好听反应足紧诶，伊就是配即届即个派对卡孔明内底女主角，即个女主角就是月经英主嘛，所以拢真趣味。甲因开讲时，你感觉讲，因你做家己真正有心诶代志，所以目睭拢会发光迄个感觉是足拢光起来。但是讲访问即个来宾对我来讲上大上欢喜诶代志，会讲上爽快诶代志，看因伫讲家己有兴趣诶代志，有趣味诶代志，眼睛发亮，目睭安尼规当当，我讲是足好耍诶代志。好啦，咱回顾一个，互大家知影一个吼，你若有漏口去诶，有无听到诶，也是袂记你讲啥诶，敢有即个代志，敢有即个来宾翻头去找，回头搁去找看觅一下，倒来听，拢真精彩，真趣味，每一个来宾拢真好耍。好，咱先休困一下，咱咪个过倒来。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伫这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咱继续转来。我看是无可能伫1点钟来落线啦吼。但是无要紧，落偌济，算偌济，加是即个发布报送的时间，搁小按者。我今年度，尤其是下半年当无用的时阵，敢若嘛按了关系。芭比安尼哦。将本地拢真歹势，后来凊彩啦，反正都是会陪愈来愈高安尼。嘿啦，毋是无要发布，无要上架，身不由己啦。嘿，就是大家都小等待一个，小听候一个，吼，小期待一个，就是感觉啦，无法度，因为实在代志伤济啊嘛。好，咱来讲一个，就是后半段来讲故事的这段吼，因为咱顶边是顶一集是讲即个访问内底一寡回顾，这边话故事，咱正月底时阵有出一集，叫做《姐妹爱着同一人》，到底伊的死亡。台语片风华甲台语的电影专才是林传秋，导演，伊本身是对台湾的即个台语片影响真大。那伊本身嘛甲即个戏剧有关系，我未来嘛会找时间做即个台湾的新剧，就是讲现代戏剧甲传统戏剧无共款嘛。现代戏剧进入到台湾的时阵的一寡意义啦、价值啦，还有发生过什么代志，甲伊嘛有一寡关系哦。所以这度咱大家提起过，过来后壁有连续7集，做啥物件？会记了？迄落袂讲。白宫是啥？白宫时光的白宫，这就是咱讲实境解谜、实境解谜，叫顺境通关的这个活动。过去我所
做过的一个活动，我甲改编，因为主要内容拢是我做的吼，所以我甲改编过，那变成7集的故事啊，除了带大家熟悉宜兰的古城区一寡重要的景点啦、庙啊啦，嘿，东岳庙啦，嘿，像这所在啦，啊，太平病院啦，咱敢无去甲吉米，我袂记哩啊。哦，反正就是总共有7集啦，7集的主题包含古城的幽魂，吼，就是千号初出场，吼，初登场安尼，过来就减加以签诗，减加之前有介绍过啥物物件知影无？袂记官网。啊，减加就是官网，减加匆匆别路为霜，就是诗经的内容嘛，减加，那减加其实我甲就是官网吼，官网我其实甲这2天我甲知影讲原来有诶真侪所在读作官网哦，嘿，音无共啦，但是因为我自细汉拢讲官网，因为咱遮讲官网，嘿。后壁还有即个主题太平病院，就是伫讲即个叫做单啥，我煞袂记哩，歹势吼啦，反正伫主角内底，医生你来对看吼，过来行出状元，即个卖八人就是卖巴人，就是即个专营特许事业，特准事业的即个承办的人吼，做生意的人，过来信物，甲最后一集实力。做实力安尼，这都大家有机会等于听看觅。过来咱连续出2集，叫做宜兰神真大哦，就是个大神翁的伫咧宜兰发展的故事，一寡传说甲一寡科技拢有吼，包含讲知影讲是安那有宜兰即个大神翁啦，当然毋是敢若宜兰有，毋过宜兰大神翁确实诚济，嘿啊是安那。那即个发展是安怎来的？吼，一寡讨论，当然有无共讨论，无共方法，吼，大家会使考虑看觅，去听看觅，诚趣味。过来，咱有做刑案地水经，咱即边做的是嘉义四头案，对无？吼，头拄来了后，个加肉鸡啦，我个配即个音效，即个咱的好朋友吼，就是内克，伊就是特别爱听即款的，我毋知啥小可变态，特别爱听即款的，讲你甲我注文，讲伊想要听即款的，我哦好，我甲找时间来做，因为讲是来做这较费时间，较费时间，较费工，因为。个音效爱加，我希望营造迄个情景，系咧创造一个情景，听人那种耳机听人，甲你伫咧空间内底，伊当伫加吧是你人徛伫边啊，享受伫你面头前行过时，你人徛伫遐看，有即个感觉，所以安尼是拍拍。但是这都爱足有咯，去处理这音效，爱一段时间。我其实有准备，但是还无时间讲啊。时间啦。对，这是老嘛，赶快会做啊！大家若有一寡即个社会案件特别想要知影，你嘛使提供互我，我但是莫较恐怖呀。我会尽量卖逐集拢较恐怖，但是总是爱较恐怖较考算啦。刺激啦！这嘛是即个庄仔文的歌，食菜的刀的故事来源，共款。过来咱当讲到即个7月份一个。册愈读愈册，飞机火车台湾海产名小考，我到目前为止还搁伫学足侪海产的名，伫市场内底、市场内底、咱菜市内底，足侪鱼蛋，因为我拢看足奇怪的物件，像我最近看到我有写伫家己 Facebook， 无放伫迄个 Podcast 的 Facebook 啦，我家己 Facebook 前一阵仔就看即个拍铁布啦，吼，即大家一定想讲拍铁布啥？拍铁布其实是一款鱼啊，吼，搁有即个最近当看到真趣味，差一点啊，想要甲买转来。来食，个我暂时讲都今日无用啊，买好，合做即个白鱼好，白鱼好，伊是软骨鱼，伊无骨头，骨头甲刷鱼，赶快是软骨咧，搁有鱼翅哦，鱼翅毋是迄个骨头的翅，是有即个鱼翅，无迄个鱼翅，伊的即个料理的方式啦，啥拢诚趣味就对啊，外形嘛诚趣味，真好耍的一个物件。过来有即个8月份有一个感觉咱新话，豆豆咱愈来愈做有较侪即个原住民的故事啊，我伫做原住民的故事的时候，拢会加较紧张一线，我较紧张一线，惊无倒去共得失着，惊讲有一寡误解啦，还是讲我特别去注意吼。感觉咱新话或者李信甲伊的即个废物翁，就是即大家嘛知影，诚趣味的一个故事。后壁还有讲到即个8月，共款8月份还有一个
台阳话也是日语啊，即个南汇也就是方仔语，叫做关客语、宜兰克里奥语，克里奥语就是宜兰克里奥语，这嘛是我感觉真提出一个疑问，或者讲提出一个问题，讲到底什么物件是母语？母语的定义是啥？像即阵人因当着的问题，因的考虑，或者是讲因的冲突，因内在的冲突，对母语的认知，对母语的想法，可能跟咱一般甲足直接要安怎讲？你头一个想着母语就头一个学的语言啊，但即个想法是无共款的，这是完全无共款的。大家会使去思考看觅，到底什么做母语？母语的意义是啥？过来就是咱10月份10月23有发布的，就是厝内敢有欠斗相共的？阮兜拢迄落啊。有啦，有扫地机啦。你靠即个机器台啊，机器台咱甲扫较好。家政妇女鬼嘛，家政妇日本人讲较媳妇啦，较媳妇，即个女鬼或者金咪，即金咪嘛真趣味，我讲即个故事真趣味。讨论啦，嘛感谢即个有听友啊，同时咧我嘛见过面的听友啦，捌来找阮食饭。都有讲起有伫家己 Facebook 介绍讲，伊讲即集做真好，真趣味，真是毋是还有一寡模仿嘛，有一寡本性举出来，因一寡即刻薄啦，浓毒恶毒的即个夫人即上爽快，骂人平常时拢歹势共骂都好拢用伫即个所在，无毋对。另外其实咱有3集的开讲集数，无伫即内底，我无算伫即内底，就是。正月初一，初3啦，就是新2023年头一集，迄个时阵应该还未过年，还未旧伫过年啦。是啦，迄集就是顺开讲，是讲拜请天兵天将到大将，就单纯咱开讲的。过来有8月份嘛做一集，是因为咱迄时阵晚100集，都有读即个听友的批，有你有讲着讲，你若伫咧金钟奖听奖，你的想法是啥？过来后来，因为大家批较济，真感谢大家真热情，加批互咱。所以咱9月份的时阵，佫有出一集嘛是读听友的批，嘛有讲起着讲，说洪志若未来佫白色，爱卖票，爱拆票。毋过吼，讲拆票，我看虽然走了了啊。没啦，咱爱拆票，我用即个两听音，就是即个 OpenTix， 大家先去掠迄个 app 来订票。无啦，你也讲吼。生前个白事就较有影啦，像迄人诶大师黄老师黄叶水老师讲，人要收人要做基金啥了，嘛是一款做法啦。啦，当然嘛有读到一张批，讲江苏人感动是一个爸爸，咱感觉伊真伟大，其实家己本身台语嘛当伫练习，但是希望讲对伊囡仔会使讲台语，因为讲这是伊文化诶根基嘛，伊诶底底，所以爱会晓台语，这拢真使人欢喜，使人感动安尼，就大概是安尼。过来，咱就讲一寡实体，或者是阿德今年去参加一寡感觉较趣味、较好耍诶物件。比如讲我顶半年时有去台中教育大学，感谢即个台语系学会诶邀请，去做一个。我是用 live podcast 的形式，然后当然较无彩就是讲，因为即个机器的一寡问题，我实在真无啥会晓用即款机器啦，录音的机器有录一寡，毋过毋是全部。我迄时阵有讲，若有机会，我可能甲整理出来，放互大家听。毋过因为第一是无时间整理，第二我一直想讲要安怎来调整即个内容，互大家听，对大家真正较有帮助、有收获。所以一直无处理即件代志，但我确实是有留即个物件伫咧吼。那希望等候机会啦。对啦，虽然过遐久啊嘛，希望讲当初是去的时阵，即个学生就是即个朋友、听友啦，还有毋捌听过、甲捌听过拢会使吼。即个台语系学会即个朋友，即少年朋友会使感觉有好耍啦，有一寡收获啦，是有就一寡啥物件我毋知吼。希望讲大家会使来愈来愈有家己诶想法，做家己诶物件安尼。过来我年初时嘛走去公司台语台去做迄个导览迄个。无导览先生是旧年诶代志啊，今年是去公司台语台 podcast，甲乌边白边开讲，有看到乌边白边本人两个拢是
18岁，18岁啦，18岁嘛，对对对18岁，因为话伤济，伊写迄个访讲互我讲，你这绝对无可能讲半点钟我都结束，我都录成2集嘛，就是安尼，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话都差不多较济啦，就无法度。过来咱拄则讲到7月时阵去即个宝岛少年兄，宝岛新声电台宝岛少年兄，伊就即个7号少年兄7号甲少年节宜兰，那当然有当时三不五时啊，嘛会像甲宜兰私底下开讲一个讨论一下代志安尼。那较趣味是因为顶边是专访，我去嘅电台算。那后来前几工啊，12月份咱头前几工前无几工吼，伊就向宜兰就问我一个问题，讲伊足趣味哦，伊开喙先讲啥，伊上写诶，然后传信息互我，伊讲。对我无即个冒犯的意思，你敢知约炮台语名讲？是我无要甲你招啦，即句话意思是我无要招啦，我只是要问你讲即个话安怎讲？即句话安怎讲？惊讲可能惊讲我5岁讲你要甲我出招安尼，袂啦，无遐严重吼，无要紧啊，你要招嘛会使。咱会使来开讲一个讨论即个物件。当然我就讲好想一个，我就思考一寡。内容讲较适当啦，因为当时是安尼，你若单纯讲约炮，我毋知你知约炮即个意思。我知啦，其实伊较像是一个现代的咱莫讲事件，应该讲一个文化现象。咱较袂讲，你若讲招。比如讲，你若招恁翁、招恁某、招恁男女朋友来做伙，想要来做散开啦，或者是要 happy 一个，其实你都无做约炮。你袂讲啊，我今日要甲我女朋友约炮，袂安尼讲，安尼就奇怪。约炮是不认识，还是网络上？是网络上透过网络顶管，甚至是路诶嘛，有可能就是你甲无熟悉人，彼此无即个负担，我对你无感情，你对我嘛免放心放感情吼。有诶时间啊，目睭睨者安尼，就知影讲你小可看诶顺眼会使就好啊，今日彼此逐个两个带去做散开啦。当下欢喜，当下做散开听有无？咱莫讲到白啦，安尼就好啦哈。当然。结束了，各自分开，各自去无用各自的，其实彼此无熟悉嘛，当作无熟悉。对，大部分的情形是安尼啦，当然啦，嘛有人无适宜就做出感情，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大部分的情形，咱讲约炮较像即款情形，这是文化现象。这个过去无啥共款，因为即马时代变迁啦，所以讲拢无共款。所以有当时我感觉像即款词吼，即款物件，你若讲要用旧的词来用，其实无完全共款。包含讲我当要讲一句较粗一寡吼，就比如讲我有写这物件嘛，有真侪人留话互我讲你就讲，比如讲伊来嘛讲无，伊讲比如台语讲要小无，真的，所以讲像即个话人吼，一般都觉得不雅，第一是无雅，我是感觉无必要讲到安尼啦。第二是。毋管你讲招小，其实是要小无，都甲约炮即个概念无完全共款。咱要讲的是即个现象，对外找一个青分人，无熟悉两个去做散开，两个人 happy 一个准拄煞吼，所以甲即个，因为你敢若讲每即句话，你会使对任何，比如你的对象、你的男女朋友讲，所以这是无共款意思。无共款，所以我毋知内底有特别甲即个物件分互清楚讲，比如讲，咱若是要做一寡。单纯即个动作，即个行为大概有几个讲法，较深较久的。我感觉是安尼讲吼，可能如果你若台语听有来讲，就真简单，听无讲较白，你可能嘛听无啦。我讲，我是提议讲，上简单讲，你所讲的约炮吼，就是讲无熟悉的人，小去做散开。但是咱必须爱互伊无负担的。无毋对，但是咱就是你问讲，我希望对即个现象，对即个情形，咱互伊一个词，逐个日后伫讲的时候，咱就免讲较长嘛。就像约炮，其实嘛是长久以来慢慢演变成一个合作伙的词嘛，嘛毋是原本就有的词。所以咱其实嘛会使有一款的发展嘛，台语内底嘛会使共款，因为约炮内底嘛袂讲要不要做爱，嘛袂安尼讲吼。所以伊就是因为。华语会慢慢嘛用做调整，台语共款嘛会使做即款物件，做一个新的词出来，去应对新的即个文化现象。所以
我经什么事，我内底介绍几个什么事，就大家家己去听报道少年遐去找迄集来。即我足趣味是安那是，因为伊拄开始会问我即个问题，是因为因有访问一个画红仔册的即个作家吼，即本册的标题叫做梯子啪啪走吼，迄个啪啪就是咱看迄个百分之几拍几拍迄个拍，当然即个拍伫咧华语内底，咱嘛定定当做是即个咱讲打炮吼，即个声的意思，所以啪啪啪意思共款啊，就做三开的意思。我今日伫整理的时阵，发觉讲，我当初去报道少年兄录音了后，因迄个标题或者讲你今天的台语有几趴，是用这个趴，所以我就想讲，这是敢是讲是一个缘分，还是注定好，就是讲一老外过来讲这甲趴有关的代志。我真趣味，但迄阵时你问讲你台语用偌济趴，就是讲这个趴伫咧华语内底有其他意思啦，台语袂安尼讲，但华语安尼讲，所以我敢讲这是一个缘分咧。伤济真趣味啦吼！我讲毋管是各种领域、各种主题，拢会使考虑用台语讲，会使安怎讲。就是安尼。过来目前我还有当伫做的计划吼，实体就是毋是伫 podcast 你看会到、听会到的，就是镜新闻出一支喙健身房。目前还佫有那小孙子报是有伫讲希望继续做，毋过我想我嘛是我先做一个预告，我可能会整理一个了。再研究啦。第一是我希望内容会使佫较有路，或者是有佫较侪变化，或者是主题做一寡调整。所以暂且可能若我互伊的接受结束了后，会先歇困一下，日后再来讨论。大家当然有啥物建议嘛，会使来提出来，大家参考看卖安尼吼，这都互大家知影。因为你家己时间上吼，真是无介好调配啦。因为讲实在，我嘛一直讲，就是讲做健身主题，家己健身甲做健身主题是完全无共款代志。我会足惊害别人去受伤，所以过来第咧，你就时间上你就较是咩？所以因为你看短几分钟啊，我做准备的时间有当时比譬如讲我去阳光录音佫较久，就是因为我爱做真侪功课，爱调查讲我袂使讲毋对。比如讲金肉即条金肉，我佫去思考讲即条金肉我要安怎翻，大家使理解有切合着配合着伊的意思，但是毋是单纯照字翻，对啦。究竟你是家己伫健身，毋是正式讲去科白的教练，专业，无毋对，毋是我的专业，爱互大家知影。所以我做这些我压力较大啦，嘛足惊讲会耽误着大家。五人主题，五人主题都无好啊，所以这就是我一直会就小心就细致的，不过就是对我来讲就变成本较悬，因为你爱开的时间爱注意的代志就加较济，我录音嘛较忝那佫爱录影嘛，就较忝。我其实讲录音较简单啦，过来就是伫阳光档都开头就讲到海迪加啦，讲到海迪加啦就是逐礼拜一，不过因为因无 podcast，所以你爱去阳光的网站，伊就有即个台湾台语即个分类下骹，你经就拜到海迪加啦。当然只要伊上架伊报上了，你拢随时拢点关拢听会到，我就找到海迪加来了，入面都每一集拢伫点关，透过网页，你手机也会使听，你用电脑嘛会使听，拢会使。那短啊，一届拢30分钟、半点钟尔，内底有配合歌，所以听个人会真轻松。佮听到新的歌曲，我真怎么甲知影哦？歹势，我真正毋知影即个小黄旗的即个阿爸的杀目鱼，是武雄先生伊的作品，都真使人感动，真简单，伊的即个词拢真白，但是真简单然后真感动人心，即个困境饲杀目鱼的人的困难不过拢真好安尼。那特别另外伫遮要甲一位即个听友来小奖问一下，这位听友咧就是内克的妈妈。我听讲内克的妈妈本人吼内妈，内妈毋是妈啦，内妈内某啊。内克的妈妈有伫听咱的频道，毋是因囝的是咱。内克的阿母啦你好哦。咱甲小奖问一下，拍一个小小奖问一下，讲内克的妈妈你好，咱的听友欢迎你的收听。另外就是伊有注文啦，伊有来注文讲想要知影乌龟鱼的故事，我嘛毋知啥人想要知影讲，我伫即个海底遮内底有讲到杀目鱼的故事因为
咱顶边伫讲即个海产的迄集咱个咧频道讲海产迄集是无讲沙目鱼，我是讲其他海鱼。那沙目鱼属于即个养殖鱼类、养殖业、养殖鱼类嘛，养殖鱼类就对啦。嘿啊，毋过我伫咧即个海底遮啦有讲即个故事啦，所以可能是因为安尼，所以因妈妈讲想要知影乌龟鱼的代志，讲敢真正是姓吴甲姓龟的人诶名安尼姓来号名是安那？我讲好，日后有机会啊，毋过。伫咱的节目讲，还是伫即个海底遮来讲，我也无确定。即个我想看嘛，因为看长度啦，但因为咱你嘛知咱这节目家己的频道较长，时间较歹窒，嘿，较高天，所以这就是安尼啦，小小家己拍者做好，爱杀一个，爱杀一个，嘿，就是安尼。麻烦继续。听讲伊对雪红子搁较有兴趣，毋是对我有趣味吼，对雪红子特别心色特别趣味安尼。嘿，所以即个嘛在厝，多谢你啦，多谢雪红子知影即个，希望讲继续支持吼，嘛甲雪红子支持。啊，你若是变乱老话，把紧你就传话互内克，内克会甲我讲，讲表示你对雪红子的支持嘛可以。大概安尼啊，最后剩一煞时间，因为时间其实已经真长啊啦。来讲一下后半年小可一寡计划但是拢无讲介清楚，歹势，因为明年开始有一寡人生无共款的规划，无共款的物件。我无要停步啦，大家莫紧张，无要停步，只是讲因为目前咱有即个广播电台的物件，可能嘛有一寡电视小看物件所以有当时时间包含改变方式。包含我家己手头的工课啦，手头有当时嘛有真侪代志爱做，有真侪无共款的变化，所以我毋敢挂保证讲，所以会足稳定，但是一定尽量维持上无2礼拜一遍啦，然后因为一寡访问啦啥嘛拢是，顶半年来讲可能会较无遐稳定，毋过较无所烦恼就是讲咱印人会像即个阳光的广播电台咱有共答应，你讲印人较惨欠人，所以印人诶咱该做嘛是会做所以原则上伫底下拢听会到只较短啦咱的节目我是尽量用100分的即个用心来做，时间嘛所费的时间较长，当然就是有当时产出的生产的速度较慢，这就请大家海涵啦但是人讲慢工出细活嘿啦就尽量磨啦但我嘛尽量赶啦嘛是尽量赶，尽量去做啦。另外就是希望讲有机会明年度今年度本来要做，但是我实在想过无闲甲无时间搁另外做啦是要做即个实体活动，那实体活动到底做成什么款的形式无定着嘛，甚至无一定敢若是 live podcast 嘛，有可能是市集啦、台语市啊，嘛有可能我若看我倒一工起笑要做，还是讲做无共款的活动导览啦，因为我嘛是因为我带过几落百场的导览，要带导览其实无困难，还是讲做一个活动带大家来去食宜兰的市场，食好了，要安怎食，要安怎看这物件在地历史是啥伊的文化背景哪讲哪听哪食嘛有可能像这个孙中山那共款出一本册拢讲食，就带大家世界去食，但宜兰我在地啊，伊绝对无我熟啊，对吧？比如宜兰古奇啊啦，是安那。什么物件好食要食啥这可能大家问我对反正这款活动也无一定那真正有时间有机会有起效讲真正去做这件代有可能啦因为有当时是无啦即马就是爱等到明年度再过来好好思考啦毋敢确定什么时阵但是我尽量下一个愿嘛虽然下一个愿你讲有讲出来加减有机会想要来做这款活动那大家若有机会真正有听到讲要做这活动希望讲会使大家报应来参加我相信会真好算报名还限制人数咧对啦这我一定会一定会有人数限制啦不然无可能讲你要来就来啦因为实在是一个爱几元啊这拢是到时阵若有规划才来讲我拢毋知对啦莫讲较紧啦大概就是安尼咱今日因为时间嘛超过一撮啦无讲介济但是对我预算较济一撮就是今年度的回顾本来想讲今年才做30多集尔照你讲个真紧就讲就过其实嘛是代志真济真济因为今年尤其因今年访问济所以对真济遮来宾真感谢嘛真济收获所以嘛希望讲甲大家分享一个互大家知影安尼所以今日就变成我讲话较济啦因为咱做回顾嘛我有摕这
个数字啦啥来过。虽然讲是帅凤姊讲的无遐济，但是上无大家听到帅凤姊的声，即个金声玉后。无啊，即嘛吼拢走精哩。最近可能小可贵宾的款哦，听无啦，我讲声。到迄落 COVID-19 了安尼吼，就拢随时伫变化。爱需要时间来复原啦，慢慢啊调养，慢慢啊调养。对啦，看我脑嘛，最近拢用真凶啦。对啦。好啦，咱今日就要到这为止咯。多谢尼克嘛，所有的听友我嘛拢甲你做感谢哈，感恩咯。无错，咱就赶快最后的结尾词嘛，是来读一个好不好？好，唔知影大家对这集内容有什么款的想法咧？这集内容你听咱是有介意，或者是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Firstory 啊，还有 YouTube。大嘛听得到啊吼，老话好我，你若是收听平台是即个 Apple Podcast、Spotify 啦、Mixer Box 嘛，希望你说到下个2,000分数，所以再喙齿去加着，爱训练哈。2,000分数当然你若是用 YouTube 收听嘛，希望讲你会使伫遐啊老话，大家嘛看会到。那互阮一寡鼓励甲支持 ，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也特聊聊天，你嘛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那咱今日就到这咯。大家好，拜拜咯。拜拜。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教父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民访、瑞奇、Moonwork、文珍。感谢以上所有天降会员教父，也有所有赞助支持这个频道的听友，有恁实际支持，是阮更较有信心行落去的动力。